不是咱说，就是有些时候啊，这个国外的品牌啊，反而实在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。就是它的包装上这个东西长啥样啊，口罩买回来就长啥样子，一模一样，实在真的啊，实在的东西不多了。珍惜，从里到外，到它的绳，到它这个头箍啊，看见了吗？头箍这都做了一个那个插件啊。好多口罩现在都没这个东西了，可能是为了节约成本，不知道啊。就是感觉实在，用料真实在，做工也好。你戴惯这种口罩，再让你换一个别的口罩啊，你戴不惯，你回来还是想戴它。当然了，也有和他一个级别的选手啊，咱不说了。总之我就是大道至简吧，我就觉得这口罩真不赖，真不赖。别这么摸着良心说，真不赖。就好学生，领出去随便问，孩子今年又考第1名啊，就这么厉害。学习差的，哎呀，算了，你就在家待着吧啊。